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18公视第一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欧洲至少有13个国家宣布暂停注 AZ 疫苗，部长陈时中对疫苗的安全挂保证，强调注射时间未受影响。中国驻法国大使协会抗议法国参议员犹太小组暗算乱人要来台湾访问，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谴责中国的行为。中国北京昨发生10年来上严重的风暴阴影，蒙古嘛因为风暴阴影佮暴风雪，造成10个人死亡。先开始来看咱国内今仔无新增加病例，咱国买的117000剂 AZ 疫苗伫要开始注入，也毋过目前欧洲至少有13个国家烦恼血界副作用，已经宣布暂停注射。卫生福利部部长陈时中早起伫立法院接受访问的时阵，嘛强调讲疫苗是安全的，咱国开始注射的时间未受到影响。头一批大约有6万名的医护人员因愿意先注疫苗。新冠预定 AZ 疫苗伫欧洲开始注了后，小连续传出有疑似造成血角的事件，挪威有医护人员发生脑出血死亡的案例。目前已经有挪威、德国、法国、甲意大利等等，至少有13个国家宣布将援助 AZ 疫苗。东南亚的印尼、早五嘛宣布伫咧动点。虽然 AZ 药厂杯回讲，目前无证据显示疫苗会增加出现血角的风险。不过台湾的专家认为讲，可能要等第三方有公信力的机构调查后清楚，民众对注疫苗才会较有信心。整个事情还没有厘清之前呢，民众会有点担心哦。那你现在即使是推这个政策也会遇到阻力啦。我们等一个有公信力的机构做出一份调查报告，再来决定这个疫苗该怎么处理，是继续推呢，还是暂缓？台湾采购的头一批117000剂 AZ 疫苗，嘛伫要开始注。外界关心讲，台湾敢要共款暂停注 AZ 疫苗？卫福部长陈时中表示，疫苗是安全的，注的时程未受到影响。目前的调查，第一批差不多有6万人愿意注。我们调查出来大概有第一波大概6万人，大概6万人要打。那第一线的第一线人员大概43%，然后第二线人员大概是28%，那整体大概32%多，接近33%。陈时中强调讲，目前拢有伫咧收集疫苗相关的资料，外界若有需要会当整理互大家做参考。咱3月17是药事检验完成了后，2天内会召开专家会议，就疫苗本身甲国际整体的情形来做检讨，了后会阁甲大家报告。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国军推动长水南国造去年底开工，以及2024年完工。即马嘛传出好消息，长水南需要的战斗系统、所谓声呐系统，佮一寡辅助的设备，拢已经摕到美国的出口许可了。国防部长邱国正早起嘛证实讲，美方已经同意了。他目前都同意要输出许可这个都我们已经获得。那有关期程方面，我们还要按照这程序来走嘛。我也不能讲打包票几月份就到怎么样，因为这个作业总是有程序的，这点大家都很关切，我们国军更加的关切，我们会按照这个依法、依程序来逐步完成。至于我们台美关系又逐渐升温，这个东西我们不做一种政治含义的一个解读。邱国正表示，军售拢是依照需要佮局势照步来。外界关心讲，这敢是代表台美关系又佮升温？邱国正是强调讲，国军未做有政治遗憾的解脱。针对于长水南国造的进度，会佮向咱国人来报告。再来看法国媒体报道讲，中国驻法国的大使顶个月写批予法国参议员犹太小组的主席，针对犹太小组暗算要伫乱人来台湾访问表达不满，嘛强调讲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外交部长吴钊燮嘛谴责中国这种的行为。根据法国网络媒体《日报 A》的报道，中国驻法国大使卢沙野2月18发出一封关系到台湾用词经验的批，予法国参议院犹太小组主席理查。内容讲到卢沙野知影犹太小组当伫咧筹备今年热天的国会访台团，要考察台湾对抗疫情的各项措施。伊伫批内底谴责这种行程，会威胁到北京甲台北之间的现状，提醒世界上敢若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袂当分割的一部分。访台团唔来破坏这个原则，嘛会向台独的势力传达错误的信息。那我想这个已经超出了一般文明国家的这种思考。那我想对于法国。中国驻法国大使的这个作为，我们予以严厉的谴责。那对于世界上任何地方希望能够跟台湾做朋友的这些友人我们都欢迎他们到台湾来。外交部谴责施压的行为，
行政院长苏贞昌嘛表示，这会予全世界更较看袂起中国。理查伫法国的政坛资料是真丰富，除了是现任参议员，做过国防部长，嘛捌带团访问台湾。根据了解，理查对卢沙野批内底要求伊伫未来爱避免甲台湾当局进行任何形式官方的接触，是感觉真不满。接落来，参议院友台小组会向中国大使清楚的回应。台法国会的赴访惯例行之有年，中方没有权可以知会。对于理查主席在防疫无虞下率团访台的一个规划，我们外交部会表达热烈欢迎之意。中国一直有施压的动作。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甲国防部长奥斯汀15展开亚洲的行程，目前已经到日本进行访问。两个人出发进前有投书予华盛顿邮报表示，这届行程是要重振美国甲友邦还有东方的关系，甲盟友团结起来。反击中国侵犯人权、迫害台湾民主等等的行为。记者综合报道。最近海草搭的议题吵吵闹闹，张立伟去桃园大谈海草架实早，有人是搭伫海草搭顶头，嘛引起批评。环保团体是讲，政府一个决策，就造成几啊百公顷的破坏，这才是对海草搭真正的伤害。由于考察桃园大潭海草搭意外引起落海草搭的争议，调解议会互呛，民进党议会郑元鹏伫面册讲到，我无法度理解以保护为名，立即起海草搭是啥物意思？国民党议会陈玉珍也铺相片反击，总统蔡文伫2013年也落伫海草搭顶悬。以现在的规范是可以进去的，是可以进去的。那昨天只是因为人实在是太多了，那专人代理或者是不要有一些额外的东西。近来海草搭公投领导人潘忠正是伫面册，朴蔡英文捌跍伫海草搭顶悬关怀海草搭的相片回应，海草搭敢会用落嚟，意思大路，也感念蔡英文到底对海草搭温柔关怀。我们也期待大家也都来看看他，认识他，尤其是蔡英文蔡总统，如果能够再到现场来一次，我相信他会有不同的感受。那当年他的那些许诺呢，可能会更有效的落实。潘忠正表示，在海边的先民自古以来都落海草搭彼此依存，了解了后，这真正关怀伊，然后产生具体行动。这是曾古德所讲的有行动，咱的生命才有希望。也批评政府开发案，卡袂到数十数百公顷的破坏，这是对海草搭真正的伤害。记者综合报道。海草搭的公投人数嘛引起外界关心能源的议题。迄次公投8月份要办，新北市长侯友宜嘛问中央，新北市的核废料阁爱放偌久咧？苏贞昌是回应表示，这是国人甲政府爱共同面对的问题。针对婚姻馆长张丽仙公开反对卖了天然气接收站，经济部部长王美花嘛强调讲，就算要起嘛爱先做环评。抢救海草搭公投第一阶段联署交付中选会审议，为了公投会成限，经济部一直表示未起第3天然气接收站，恐吓欠电。加上中溪核四公投也要伫8月开始，能源议题是插鼻线。新北市已经有3座核电厂，新北市长侯友宜进前也观察，核废料要放伫新北市偌久咧？苏贞昌早起伫立法院表示，核能问题政府甲人民爱共同面对。国人在思考所谓重启核四，就要同时注意到核废料要怎么处理。所以大家在考虑事情的时候，不能只有想一个点，要想全盘，不能只有想现在，要想未来怎么办。毕竟把所有的风险都放在新北市，这个没有道理的。国民党不要核废料，却要核四，这个逻辑上就会有矛盾。国发会透露，即马咧规划建设卖了天然气接收站。虽然15经济部长王美花亲身澄清，卖了接收站绝对唔是要废关长3只弊案，意外引起婚姻馆长张丽仙强烈反弹，恐惊增加安全风险。卖了要不要盖接收站？那确实也要经过评估环评，还要地方政府同意，它也是供中部地区来使用啦。王美花强调，起卖了接收站依然爱经过环评，而且是提供中部用电。希望婚姻用以前气取代煤气，达到改善空污、蒸汽减煤。记者综合报道。
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红城讲要刷到婚林未了港，未了乡长蔡中坤就表示讲，真侪民众听到消息拢表示反对。县长张立生是讲，若是真正要伫未了港起天然气接收站，要搁设一条180公里的管线，会有安全的风险。县长是希望中央政府会使提出其他的规划。为推动能源转型，政府有意甲婚林未了火力发电厂转型介绍天然气，维持送电稳定，好达成北中南并经发电的目标。但有风声讲，未了港要搁起做第三天然气接收站，是引起电方的不满。未了这大电要用这个咱们要改条来给你改天然气3道，阮同意互伊用这趟。不过袂使所有全省各地乡的。这天然气要使啊未了，这个南北爽，要送去甲桃园，送去甲高雄，总反对。乡长蔡中坤表示，前一年大数入侵才发生过气爆，威胁到民众的生命财产。但风声讲，搁要起第三天然气接收站，电方当然反对。我们县长张立生嘛表示，希望中央会当有其他规划。那如果要把我们麦寮港这边当做第三接收站的话，到目前为止所有全民也反弹了那我们也觉得不可行因为整个长达180公里整个管线都是属于埋管潜在的一个风险是非常高了云林县府表示，在地是亚洲上大的石化区，现有超过3000个石化毒桶，资本就是高风险地区。若过去天然气接收站发生意外是不堪设想。希望大数中央会当徛伫民众的立场，再三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看美国国会参议院昨投票通过，讲美国内政部长哈兰德的提名。哈兰德嘛，正做美国史上头一位原住民内阁的官员，嘛是拜登政府对抗全球暖化甲气候变迁的重要官员。美国参议院以51票对40票支持哈兰德出任内政部长。在大多数共和党人反对下，哈兰德摕到共和党4席的支持。这并不是有印第安血统的哈兰德第一遍创历史。伊伫2018年当选成为美国迄当阵只有2位的女性原住民国会议员的其中一位。在2届认证听证会上强调，希望家己的提名会当鼓励美国人，大家做阵手牵手向前行，为所有人创造机会。If confirmed, I would be the first Native American to serve as Cabinet Secretary. This historic nature of my confirmation is not lost on me. 哈兰德也是拜登政府对抗气候变迁的核心人物，包括提高污染的标准，也个加紧加拖能源的转化。但是也对石化燃料的产业也个劳工的环境造成影响。在确定伊的提名进程，共和党人认为哈兰德的资格有争议，包括伊捌在达科塔自由国的抗议现场支持绿色新政计划。也个拜登政府暂停联邦能源租赁的支持。He didn't put a moratorium on new leases. It's a pause to review the fossil program at the federal fossil fuel program. And so I know that there are still thousands of leases and thousands of permits that are moving forward. 今年60岁哈兰德是新墨西哥州的民主党众议员，内政部长上任了，会领导内政部超过700个员工，管理美国差不多1/5的面积的土地，包括国土的自然资源，譬如讲国家公园、石油、天然气的探勘，也有578个原住民部落的土地。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再来看中国北京，昨拄到最近10年以来上严重的风暴阴影，昨一透早规个北京拢是土沙，无挂翠暗，根本无法度出门。塞车因为风暴沙上过高，路嘛拢看袂清楚，所以机场伫昨中昼以前就取消4摆航班。上新的消息是，蒙古地区嘛因为风暴阴影佮暴风雪，已经造成10个人死亡，11个人失踪了。大楼敢若伫咧云内底，陆地交通的零件都正歹。北京拄着强烈沙尘暴的侵袭，每立方公尺 PM10的浓度升到8000微克，是 WHO 标准值的160倍。行伫路的人拢甲嘴暗挂条条，有人规气甲规个头拢包起来。看到就觉得是世界末日嘛，然后就觉得这天是实在出不去了。说出门吃土什么的，出门，然后我们同事有抽烟的，说回来以后嗓子难受。
专家讲，中国北部伫咧3、4季电力发生沙尘暴，礼拜暗突然间自蒙古加内蒙的沙漠吹来一阵强风，造成华北12个省自新疆到黑龙江全部拢是黄沙大天。北京天顶顶城市也受影响，北京塞车的情形比普通时更加严重，车排甲路长，中昼进前有400外航班被迫取消。专家讲，这是北京10年来上强烈的沙尘暴。有人讲是因为甘肃敦煌附近森林草伤多，无防护作用，沙才会这么大。人类在大自然面前都是很渺小的，所以说我们在怎么说呢，就是尽量要保护环境嘛。这边沙尘暴是不是影响台湾？气象局讲，台湾这2天是偏东风，风较细，受影响的机会无大。沙尘暴这2天会向南南的方向山顶动。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教廷的教育部伫昨表示，同性结合虽然有正面成分，也毋过天主教会无权利来祝福，因为神无可能祝福罪恶。所以教育部是讲高中方志哥嘛已经批准这项指示。LGBT 的团体是批评这声明是变革同志对伴侣展现的爱、奉献甲忠诚。教廷教育部有强大权力，或者维护天主教教义完整性。教育部15针对教会承受权利和同性结合祝福这个问题作出正式回应，答案是否定。这份由教育部长签署的回复指出，同性结合虽然有正面成分，不过天主教会无权利祝福这类的结合，因为神无可能祝福罪恶。LGBT 团体对这个回答表示失望。Saying that same-sex relationships are intrinsically evil, which is the official language, or now sinful, is such a degradation of the love and commitment and faithfulness that millions of same-sex couples show for each other. 美国总统拜登是透过发言表示，会继续支持同婚的立场。He continues to believe and support same-sex unions, as you know, and he's long had that position. 这份声明受保守派欢迎，不过说互 LGBT 天主教徒感觉失望。不过教授伦理学的博士认为，这份声明实际上是向前行出一大步，因为教会对同志表达欢迎甲祝福。This new document is really an expression of warmth and of welcoming to all people, and especially to those people who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part of the LGBTQ community. In fact, Pope Francis, the document quotes Pope Francis saying that God loves everyone and takes them as you are, but he doesn't leave you as you are. And this document is about blessings. And it's that the church can't bless these unions because the church considers marriage to be sacred, and these unions are not comparable to marriage. 事实上，教宗方济各为长期以来就对 LGBT 族群展现宽容态度。去年10月发行的一部纪录片当中，方济各也表达对法律保障同性民事结合的支持。不过事后教廷认为，教宗的发言让人修改真济，而且影片当中加调伊讲反对同婚的内容。公司新闻郑伟仁编译。当来国内这马咱可患严重，针对用水大户，政府拍算要加收水费，这个政策伫5当前就修法通过，也毋过烦恼会影响到物价嘛起，所以无实施。也毋过环保团体是表示讲，台湾的水价上过价，用水大户甲民生用水的计数差无偌济，并无合理。时代力量的立委是讲，现主时可患遮尔严重，建议政府应该伫3月底之前实施。水情愈来愈严重，耗水费到底什么时阵要扣？经济部长王美花讲无时间表。水利署即马咧收集意见，高透露扣的费用，看产业别来决定。科技业费用会较悬一点啊，佮强调会赶紧提出相关草案，佮甲业者沟通。不过有立委认为，即马水情严重，建议3月底之前来扣耗水费。3月底之前，希望赶快来征收耗水费。耗水大户可以说，因为耗水费的增加，他可以去评估它的产值，再评估它的获利，或许他就不需要去用这么多水，减少它的制成的产能。其实早伫2016年，立法院通过水利法修正案，已经授权水利署针对每个月用水量
中1,000度以上降级大雨，Q10%到30%的雨水费，到即马已经过去5年，啥物拢无做。过去水利署要表示，因为考虑雨水费征收可能会带予无价起价，认为爱国评估。不过环保团体并无认同，因为台湾水钱伤过价，用水大户的水钱竟然甲明星用水差不多济，实在无合理。从1000度、2000度到甚至还有人每天使用几万度用水量，不用去争这个耗水后，我们觉得说对全民是非常不公平的啦。宽宽认为。扣雨水费，这代志拢无做，都是因为业者阻止。实际上，物价影响无大，尤其即马是非常时期，欠水问题严重，应该马上扣雨水费。但甲经济部甲产业界沟通，佮提出草案，恐惊是袂符路。记者综合报道。劳团甲劳工5万真侪党的劳工职业灾害保险佮保护法草案，行政会可能会伫即礼拜通过，送入欢迎三读。民众党今仔提出党团的版本，呼吁伤病给付应该付专业的工资，嘛应该爱佮有职灾照护的给付。就是明明上工了，没有24小时内加保，出事之后说你的保险没有效力，所以及时性、简便性。平台扩大应该是这次职保法单独修法里面最重要的第一步。一旦发生事故之后，他有能力去了解有这么多部法令，然后而且还要从不同的部门、不同的窗口去寻求自己的保障吗？往往可能1年了，他躺在床上1年了，他才能找到说他应该去找谁帮忙。劳团批评劳保针对4个人以下的公司，并无强制加保，是一个正大的空棒。相对于小型的事业单位劳工，立委认为要有正简单、利便、正直接的投保方式，嘛应该成立专门的行政法人以职灾保险的基金，每一档80%到20%的经费来照顾劳工。再来看工厂管理辅导法已经实施要1年，环保团体今仔到行政院抗议，因质疑讲过去的一档，虽然政府是宣传讲农地违章工厂随报随拆，也毋过这根本完全跳票，嘛呼吁中央应该甲地方做伙稽查，毋通互相杀责任。大面积的厂房有场地，经过环保团体举报，若无拆掉，电脑拿去拿完整。环保团体摕在地工厂的相片，批评政府跳票。去年3月底，工厂管理辅导法就落了后，原本期待讲政府会当做到农地违章工厂随通报随拆掉，但是环保团体开发的农地工厂回报系统，这1年来收到500多件举报，最后敢若7间互拆掉。我们也看到20几个员工在现场包装，然后还有机台在那里，为什么政府说它不是工厂？他说他不是工厂，所以这公司到现在还在营运。环保团体指出，农地不是拢用就是违法，但是在地一直有业者用仓库包装等等的名义来避查执，是坐去现场看，拢有机台放伫咧内底，根本就是违规的工厂。环保团体批评中央甲地方互相推卸责任，放任违章的工厂一直咧起，让农地继续流失，而且佫点名主席的机关经济部应该佫较积极来处理。总不能说我们就叫地方政府，反正你认定了，你一定全部通通都去拆。然后涉及到的农地呀，还有那个有一些建筑法规的问题，不是农地上面的建筑物，通通都是属于我们经济部这边来主管的。经济部强调讲，去年列管300多间无登记的工厂。除了认定的问题，佮牵涉到拆除的款籍无伫同一个单位，绝对无放任。目前嘛，拢佮继续咧稽查，若是拆除的款籍属于地方政府，也是其他的部会，就会做协调来完成农地违章工程的拆除。记者做报道。过几天就是318日头花运动7周年。当初的这场运动，互真侪少年人对政治、对社会有无共款的认知。后来嘛，有未少学生囡仔继续投入社会运动。有一阵读法律的学生，嘛伫网络顶头用白话一般人会使理解的文字来解说真复杂的法律条文，望讲大家拢会使来了解法律的知识。2011
去年3月18日，因为反对海峡两岸服务贸易协议，有民众带头爬墙入去立法院，接领议场表达诉求，展开24天的太阳花运动。唔但惊动国际，对台湾政坛甲社会嘛产生真大改变。318太阳花了后，你有看到讲？有足多迄新形态的民主的参与方式伫阮个社会内底吼，足多政府足多政府单位哦，即马开始推动像参与式预算去进入决策的过程里面，那它可能需要时间。但民众要参与政府杀政策的讨论过程，嘛要大声了解相关细节内容。伫太阳花运动时，也伫东吴大学读法律研究所的杨贵智，就和朋友做伙设一个网站法律白话文，正希望用白话，也就是好理解的方式，向民众解说条文争议。我们初级曾经有尝试过，就是想要做很完整的法律的介绍。让我发现，譬如说，可能把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刑法的重要知识写一写，但我发现民众无法引起网络上的民众太多的兴趣，因为就像我讲的，可能民众根本他只有在自己遇到的时候，肚子有时阵才会想要学，那都已经来不及啦，所以我们就转一个方向，我们就是配合时事去讨论。杨贵智甲因的团队希望正做民众甲法律界中央的迄板桥，用白话向民众解说，希望这议题当中的法律知识会当透过传播甲讨论，让台湾社会注入更较侪的法律养分。记者杨淑晴、谢桂玲台北报道。天气是愈来愈热热，嘛是咱台湾水果高花期的大月，也毋过说传出讲业者买无抓箱啊，抓箱的价数嘛起真济，起1成5，所以因的成本嘛落增加真济。甲一箱一箱的塑料甲大货放去你货车顶悬，摆好整齐，准备要出货。店头拆了的这抓箱啊，先放伫咧边啊，等要自愿回收。天气哪来哪热，台湾的水果甲花的大月就要来啊！加上外销出口持续增加呀。嘛，连带包装的纸箱啊，强要卖富期，和商业总会下底的工会是真着急头壳毛咧烧。很多的配送都需要纸箱，那这个所以造成它大量的缺。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台湾只有3大纸器工厂，那这些纸器工厂生产的纸板，它的工时就是固定在那里，所以它没有办法让它继续的生产。工时都固定的话，就没有办法再做一个调整，那它更没有办法去供货。商业总会表示，受到新冠疫情的影响，今年出现货柜严重欠缺，还有运费大起的现象，致使外国相关的原物料价格嘛起价。纸箱的价数为年初平均起5%至10%，到达已经起15%。对花或者是果子来讲，总成本是增加真济，而且疫情嘛改变经济消费的形态，替经济真发展，互纸箱变甲真欠缺。根据台湾区造纸工业农业工会产销统计表，纸箱用纸今年1月份内销量年增18%，外销量年减20.5%。因为安尼，建议政府应该调整工业用纸供货的比例，提高纸盒仔、纸箱的产业，挂着劳工的比例，放量加班工时，而且鼓励民众爱甲纸箱回收做好。但是现在也并不是我们台湾缺料，而是说订单增加量太大了。大概增加了5%-60%，这种状况的时候，我们所有的生产能量大家都已经爆单。纸器商业农业工会专利会表示，纸器业是传统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工课是无轻巧。就算大部分的做纸商已经尽量把生产线自动化，要是无少年人愿意加入，若要解决欠纸箱的问题，除了解套工时的限制，或者劳工申请的比例嘛要提高，才会当互产业未来持续运作。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的新闻，咱来看有客停车司机失败泰山加油站，唔知互什么物件弹到手骨是真疼。后来发现讲是加油站附近的民众伫厝里摕空气枪向加油站的方向弹更主哦，而且这个运将嘛唔是头一个互弹到的人客咯。一直比正手的空喙，计程车司机黄先生想起事发经过。当时开车到加油站借便所买机油，付钱的时阵，雄雄感受到正手骨疼一个，无原因互人划伤。一问之下，疑似是对面住户提空气枪向加油站下更珠。我就跟加油站人员反映说：“你为什么打我？”他跟我说：“原来你也被打了这样子。”我才知道，在我中枪之前，已经有
有发生枪击的。原来早伫计程车司机互人抢劫进前，加油站就已经出现过庆车。计程车司机这边两条庆车之间隔10分钟，业者不止无伫第一时间报警，甚至伫伊上门消费时阵，也完全无提醒，无短受波及，事后阁是拢无要插。因为在第一次有这个声音的时候，哈，因为没有任何的蛛丝马迹，所以不确定这个是什么样的东西造成的。顾客手臂击中，对，那就是赶快去请警察过来去处理。事发地点就发生伫新北泰山，13暗时11点外，加油站壁顶悬也有分者。这摆有人摕空气枪向加油站方向射，业者附近有消费纠纷，警方调监视器发现，迄一暗总共开3枪，目前已经锁定相关的嫌疑人，正在查缉当中。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盐泽一间螺丝工厂开档外，附近的民众是反映讲，定定传出臭味，嘛影响市政府订正159遍哦。盐哥环保局起早真侪届排放拢有合标准哦。环保局嘛决定讲要找业者甲民众来协调，看要安怎来减少臭味。工厂外口有旧抗议的布条啊，伫高雄燕巢一间螺丝工厂已经设1档外，时常传出臭味。互当地民众真困扰，虽然定定定情，却拢无改善。基本上都不能在外面晒衣服啦，都是在后面在那个室内晒衣服啦，嘿啊。那晒太阳是为了消毒，可是它就味道整个就是染上去啊。长期迄种味，安尼因伫遐闻的时阵，就是讲有当时啊闻到会感觉头晕啦，还是讲吼想要呕吐安尼。臭味影响民众的生活，业者确实发网屈。因为设工厂较大，平常时铁门、窗仔门拢关起来，干到货车出入才会开开。因搁加买水洗塔等设备来消透臭味。虽然环保局对108年到大接到159站定情，却是查无违规。透过多元的一个手段进行稽查跟辅导。那我们分别在它的这个公示的烟道以及上下风的周界处进行相关的采样，总共有9个件次。那目前都是符合这个异味的排放标准。业者强调，工厂的相关运作拢是合法，但是为着解决居民的不满，真正要找专家学者来研究，看要安怎消透臭味。双方会搁再讨论，希望会使有共识来解决问题。记者综合报道。台中市大肚山的9号公墓将火烧山，暗时10点才拍花，也毋过今仔早起又搁烧起来，因为最近真欠水，消防队搁向附近的饭店借水来拍火。原本已经控制的火势又搁倒起来，消防人员继续用水线来灌救。因为起火地点拢是高炭烧的杂草，火势真紧就向清新温泉饭店甲成功营区的方向烧过去。对15下晡火烧山，到半暝10点外才控制火势，好佳在无影响到这2座设施。但是16早起，真无简单拍花的火势又搁倒起来。乌日区那个成功西路东侧跟成功里后山这边有发生那个山坡地杂草的火警。那消防局派遣4个单位，大概车辆20台，人员40名到现场进行那个火势的处理。估计炭烧的面积已经达到4公顷，到中昼为止也无法度控制火势。生态专家是指出，台中市大肚山差不多是逐年拢会火烧山，甲清明节备忘民众用火无势理有关系。火烧山嘛影响到生态平衡。那这个火烧的情形呢，会引起呢包括空污的问题，那也让我们的森林的演替产生困难，让森林没办法恢复。因为呢，现在目前火烧主要还是以大树的草，这些草在干季的时候干掉所累积的一个大量的燃料。甲往年火烧山比起来，今年可旱欠水真严重，消防队的水源调度嘛是真无简单，一度搁调用清新温泉的备用水源来拍火。目前台中市的消防、警政甲环保单位嘛伫咧现场监控，避免灾情继续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迄条台南市的火葬场排出乌烟，台南市环保局嘛派人去现场了解，发现讲是火葬场的操作出问题，造成污染物排到空中，会照空气污染防治法来处罚，上济是会当罚500万。
阵阵乌烟对厝后壁清出来，时间过3分钟遐久。这个画面是15早起10点外去互民众翕落来，地点是伫咧台南的火葬场。民众也去环保局投诉，经过环保局派人去稽查，确认是火葬场的人员有登查。环保局也针对火葬场各发处分，依照空污法罚10万至500万。因为我们住在火葬场的附近，那只是希望说他们如果有管理好，然后不要影响到我们附近居民的那个空气品质污染。对，当然这样最好最重要。排放的时间约1分多钟，并无造成明显重大污染。为上述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空气污染防治法》32条第1项第1款规定，环保局依法告发。实际去到台南火葬场，状况无搁再发生咯。火葬场人员也承认讲，确实是因做唔对，造成物件无全部烧了，才会产生大量乌烟。因也要求工作人员要来改善。针对到台南市环保局的罚款，因也是全部接受。棺木它火化到要爆裂的时候，它那个会有大量的那个一些烟尘跑出来哦，可能会超过那个设备的负荷。那这时候就必须要去控制它的火化条件。我们检讨在同仁在操作的部分，应该是有一些不当的情形啦。台南殡葬所表示，台南火葬场目前正在使用的第2火化场内面的火化炉具、甲空污设备已经有15年遐久。目前市政府已经有偏3300亿的经费要改善，按算伫明年底会全部甲设备换新，强调日后袂搁再发生相关的问题。环保局表示讲，日后3不5时也去巡查，若准搁再发生乌烟，也会依法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来看高雄市有一个民众伫咧摒扫的时阵，互漂白水甲盐酸的气体去呛到，向路边的警察喊救命，警察是赶紧驶车载去病院。医师嘛讲哦，漂白水甲盐酸透做伙会产生氯气，会刺激目睭，甚至会造成喘气困难。这盐酸。清洁人员到便所用盐酸来洗马桶，便所的清洁用品常常有盐酸甲漂白水的成分。专业的摒扫人员受过训练，知影盐酸甲漂白水是袂当做伙用。盐酸倒了，是甲倒漂白水落，就浸起来啊，拄咧烟拢浸起来啊。浸起来你感觉安那？会扫啊，都扫啊，规人做功课啊。但民众说无一定知影，日前高雄有一名男子半暝出现伫街仔头，表情是真痛苦。拄到员警赶紧甲对方炸落来，用手机来拍你，讲家己互漂白水甲盐酸蜡做伙所清出来烟去砸掉，险啊袂喘气。员警是赶紧甲人送去病院。救护车到场，恐怕延误就医，便开启警示灯、轰鸣器。不过一会儿就将陈男送给荣总医院救治。产生的伤害就是产生在我们黏膜的部分，那眼睛也有黏膜，所以他可能会觉得眼睛非常的刺激，所以他眼睛会不舒服，他可能眼睛会张不开。那如果他吸入到呼吸道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呼吸道受刺激，所以有的人可能会咳嗽，然后会觉得很喘，然后甚至有的人会讲不出话来，因为实在是太刺激了。医生讲，除了漂白水甲盐酸袂当做伙用，强酸甲强碱嘛袂当用烧水来透咧用，啊无共款会产生着氯气，对人体有害。民众伫咧摒扫的时阵，就要加注意。记者王刘婷、陈显坤、明昭权高雄报道。农委会为了要解决产销失调的问题，常常会收购农产品哦。也毋过国民党是指控讲，收购的农产品最后常常变做是堆肥，糟蹋农民的生活。农粮署嘛回应讲，因为每一冬天气无同，亲像最近就因为疫情，嘛造成价销的变动是真大。一寡品质较歹的，买来直接拍掉，目的嘛是要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为了要解决农产品产销失调的问题，农委会收购农产品。不过，国民党文团会提出108年度产销调节紧急处理计划，决算数6.59亿的收购支出内面，有3.23亿是摕来大堆肥，也个送予市地号做饲料等多元的存款利用。其中收购项目如果以文旦9900多万上最。果然是往来8000多万，加惠灵果的5000多万。在108年民进党执政底下呢，他花了大笔的公帑，然后去收购了这一些的水果之后，不是循环再利用，就是直接堆肥而已。国民党文团会质疑，农委会解决产量伤过多问题，只是补贴收购搁再堆肥，用压钱的方式维持产销平衡。
糟蹋农民的心血。对住农民署回应讲，最近2年来，因为气候甲疫情的关系，农产品的数量增加，为了要调节价销，所以把出口品抽离市场，维护消费者的权益，也对农民的收入有帮助。那到了108年，那一年又风调雨顺，也没有台风，所以各种做法非常好，盛产的情况之下，量一多，价格就跌下来。跌下来的时候，那一年我们总共花了将近这个预算呢，我们本来1亿5，那超过了大概5亿。农粮署署长吴忠贤强调，农产品不是亲像工业产品，会当规格化，一般收购的拢是出口品，那会当有效稳定农友的合理收益，也会当保障消费者的权益。未来产销的调节也会调向辅导外销、多元加工、加国内行销等方向努力。记者综合报道。已经伫要绝种的雉鸡，全台湾只剩东部数量阁算稳定，也毋过台东县政府要伫雉鸡真侪治本湿地，要来开发光电厂。环保团体荒野保护协会发起保护雉鸡的运动，呼吁政府换一个所在开发，放雉鸡一条生路。雉鸡是台湾独有亚种的鸟啊，涉水青树的公雉鸡，颔棍也伸好长长，伫草埔间界，互母雉鸡通去食物件，准备传宗接代。伫台东县的野外，便若到春天，侪雉鸡进入繁殖期。若甲西部来比，东部会使讲是因最后一个适合生活的所在。台东环境很好吼，所以基本上数量算是多的啦。雉鸡是台湾强要断种的鸟啊！环保团体3年前伫咧族群密集的猪本淡地做调查，为打开始的81只，到去年增加到163只，互环保团体是欢喜嘛烦恼。烦恼台东县政府开发工地嘛选伫即个所在，经过部落甲环团的抗争，今年1月份最高行政法院也是裁定会当继续执行，而且2月份猪本淡地阁发生火灾，100多公顷的地规也烧了，更加限制雉鸡因生存的空间。这一块呢是选址错误的光电场域哈，我们并不是反对光电，但是觉得它应该是要设在对的地方，设在一个环境比较没有那么敏感的地方。荒野保护协会27日发起第4年的猪本淡地雉鸡调查，台东县政府嘛证实，光电开发案这个月会进入摕到土地甲能源开发相关审查的程序，环团呼吁县府会当重新提供土地开发，创造保育甲能源开发双赢的局面。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的泰山高中今年摕到 HBL 的冠军，早起嘛伫泰山邮街接受乡亲的恭喜哦。这嘛是 HBL 头一遍有冠军队伍邮街。总教练是希望球队会使因为摕到冠军来吸收愈较侪优秀的球员。徛伫车顶像英雄同款接受欢呼，也有国中部的学妹来送拍片。泰山高中篮球队的后卫齐宏伟讲，从来唔捌想过会当伫毕业进前有这段回忆。很完美的一个据点啊，就是没有在高中留下一个遗憾。很兴奋嘛，很期待吧。篮球队新军20年，总算伫 HBL 摕到头一个冠军。附近的店头嘛推出拍节，头一届有摕到冠军的高中出来游行，有人放炮，嘛有幼稚园的囡仔和老师带出来学演，阁有袂少时代专工到中途的鼎泰山岩要来看球员。你原本讲有在看篮球？原本无啦，就是我们网络拢有讲吼，就开始看。对我们泰山地区来讲，是一个非常大的激励。因为我们泰山是一个小地方，看到在地乡亲这么支持，教练廖文斌是行一条，心内嘛真感谢，希望会当继续传篮球队，把地方的名声拍好愈响亮。希望说借由这个冠军，然后让我们的训练，让我们的招生，让我们的资源可以越来越好。因为今年先发的5个球员，有4个是3年啊，得要毕业啊。教练廖文斌表示，明年也是会一步一步来，希望接班的球员会当把这班的公营变作是打拼的动力，继续来争取第2座冠军。记者综合报道。咱再来看云林大鼻乡红顶社区最近改造传统的农村，甲砖头的车头甲柑仔店整修甲水当当哦。唔但互社区的环境变甲愈舒适，嘛希望使向游客来遮佚佗。若听到塞纳河，一定会想到法国巴黎正浪漫的迄条。想袂到伫云林大鼻乡红顶社区内底嘛有一条，而且伊的名号由来实在真趣味。规庄就是吼。有一条塞纳河，恁庄脚所在哪有塞纳河，安尼啦吼，结果我
做去就甲讲讲，都规个拢滴洗水滴流，因为咱阁有迄个幸福专车为咱遮过，所以讲咱唔才会去想到讲有即个怎啊甲即个点吼，甲叫做讲塞纳河驿站。除了互居民等幸福专车的塞纳河驿站，社区发展协会嘛甲环境大整修，利用社区内底原本就有的资源大改造，唔但保留原始农村的风景，佮甲因装塔甲水当当。亲像这间上界传统的柑仔店，经过整修了后，就亲像观光客爱去翕相的景点同款。建设有好咯，空气啊较好着吼，环境有整较好，人看起来就较周全较好啊。上界传统的柑仔店，就是伊的是说啊吼，即马拢大家拢发挥了真好，拢无带伫咧遮。我交伊的是说啊，我甲伊讲，伊就第一个时间伊就同意，咱就第一阶段咱就是甲遮做起来。其实社区营造的目的，就是希望让社区的环境更加清幽，而且佫会当打造出每一个社区独一无二的特色。红田社区经过改造了后，唔但保留农村的风貌，外观嘛加真少年。希望未来会当向更较侪人来行搭，带动地方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国内的麦仔有95%拢是进口的，也毋过分林的麦料，听这名就知影，以早拢是以种麦仔为主哦。最近在地农民又搁开始种麦仔咯，嘛望讲会使用友善的方式来种植，互国产的麦仔搁兴起来。一粒一粒的麦仔是生甲食饱阵，大人囡仔拢来遮采收，体验这个过程。今天来采小麦，采小麦又可以做农啊。休闲娱乐，进来到这边就是可以亲身体验，然后认识小麦的怎么种植过程。婚林是农业大县，早期就有种麦仔，但是即卖因为贸易的关系，国内麦仔有90%是进口的，所以婚林县友善农业推广协会就举办活动，推广麦仔佮麦料的在地文化。但是现在呢，因为那个贸易的关系所以呢，那个小麦已经都是用进口的那如果我们吃的这些进口的，都会增加食物里程。我们一直鼓励在做杂粮。麦寮它早期的名字叫麦寮，就是因为种麦来的嘛。那我们就希望在麦寮这个地方呢，能够继续可以看到麦。虽然我们的产量很少，可是我们还是希望持续让大家来到这块土地，就知道说麦寮是有种麦的这样一个历史跟文化。现场也有真侪麦仔的加工品提供予民众选择。分管会农业处长是表示讲，希望大家支持国产品，拥有这片土地。希望就是说，透过这个像小麦这样的一个耕种，然后也能够使得我们的这个国人的这个饮食习惯能够支持自己国产，来永续这块土地。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抢救野外动物的性命，20多年前，对英国来台湾的 Sam 就拍拼救台湾的野生动物。后来，甲伊的台湾太太伫新北市的三芝成立一个救援协会，3年来嘛已经救超过500只的动物了。This is Woodstock, and when Woodstock came here, he had no fur, just skin and scabs and blood. 对上加入来这个伫咧新北市三芝的狗仔安养园区，就发现这个狗仔唔是无脚步，就是欠一支脚。You'll see that about 30% of the dogs in our care have lost at least 1 foot. Some have lost 3. Because of the traps. Because of the traps. 1999年对英国渡来台湾的Sean，主本是英语老师，因为唔甘野外动物着皮肤病、出车祸，甚至断掌，开始出手来甲因解救。这10多年来，Sean点过3种无同的动物保护协会，注心伫咧照顾动物，也关注因的权益。2017年，Sean 和伊的看守池玉晶创这个野生动物救援协会到呾，已经救超过500只野生动物。不过，固定营运的资金有关是因上界烦恼的。我们现在每个月的固定开销就140万左右，我们每个月其实都算是低空飞过，正在尝试更多的方法可以增加捐款，尤其是每个月固定捐款的。对动物来讲，被领养就是最幸福的事情。Taiwan is an amazing country, and it makes me so proud that I'm in a country and my kids are Taiwanese.
when we are so successful as a country that we can pay such great attention to animal welfare. So yeah, that's what it means to me. I love it. I really love Taiwan. 伫台湾生活21冬，上公除了家己的2个囡仔，这野生动物就是伊的宝贝。未来因望有更较侪人来认养，也打算替迄寡残废较侪回狗仔和猫仔去大型的庇护所，互因有搭建野外的生活环境，安心到老。记者阿明金曾派文新北报道。 咱个来看，印度的首都新德里，当地民众生活挖开的水源就是雅穆纳河。最近这条河水拢变乌，搁有毒的气泡，污染源就是工厂的太过水。这条河水面差不多一半拢是这种白色的泡伫咧路顶上，其实这款泡拢是有毒的污染物。印度的圣河恒河的重要支流雅穆纳河是首都新德里重要的水源。 当地60%的用水拢是可疑，不过当地时间13，这条河出现大量有毒的泡、废水、粪扫，规条河袂输是臭水沟啊。यमुना बहुत काली हो गई है। गवर्नमेंट को कुछ ना कुछ तो एक्शन लेने चाहिए, वरना विदिन ये जैसे 5 साल में ऐसा हाल हो गया, आगे 10 साल 15 साल में तो मुझे लगता नहीं यमुना रहेगी कभी। 居民真不满，因为雅穆纳河唔是头一遍被严重污染。 这条河2月底才发生同款情形，污染源拢是来自新德里的人类的饲料加工业废水。जितनी भी गवर्नमेंट आई है, केजरीवाल ने कहा था कि साफ करेंगे, कहाँ साफ हुआ है बताओ? ये सारा फैक्ट्री को गंदगी निकल के आ रही है, सब सारी गंदगी है यहाँ पे। 新德里每天产生将近11公升的废水，不过因为管理无好，这个拿一半污水会经过处理，真的全部拢排入雅穆纳河，几多年来拢无改善。 环保团体已经采取行动，向印度国家绿色法院加最高法院提交请愿书，希望用法律的力量来救雅穆纳河。公司新闻启发零编辑。今仔明仔载2天，台湾各地各有朋友金门马祖，大部分拢是一份好天的天气。西半部早暗暝温度会差真济，东部各有东南部地区卖落淡薄仔雨。下半部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的资料。 北部地区上低22度，上悬28度。中部地区上低24度，上悬30度。南部地区上低26度，上悬32度。 南部地区上低23度，上悬27度。华岛地区上低16度，上悬26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第1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